就是在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第8节到12节，但以理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交给主。我们在信仰的里面都谈到信心，那信心是什么？都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释了。那信心基本上就是没有看到而相信而会被成就的，这个就是信心。更明白的说，将自己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主，这就是信心最佳的表现。为什么要交托给上帝呢？上帝不是赐给人有自由意志吗？有人这样说啊，他就说我们也有人的权柄啊。对，是的。虽然如此，但是世人的能力并不足以保护自己，因而需要上帝的帮助。如同诗篇121篇的经文所说的，我举目向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但以理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记载了以色列人被掳，虽然在政治上他们失去了自由，但是实际上呢，伯沙撒王却是惊惶害怕，需要上帝仆人但以理来为他求上帝的保守，因为他做错事情了。经文说，有一天晚上，伯沙撒王邀请1000名大臣来参加巨大的宴会，饮酒作乐。正当大家畅饮的时候，伯沙撒王下令把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搬出来，好让他和他的大臣妻妾妃嫔用来喝酒。侍从立刻把那些金银的杯碗搬出来，让他们用来喝酒。他们一面喝一面歌颂那一些用金、用银、用铜、用木头、石头制造的神明。忽然间，有一只人的手出现，用指头在王宫的这个粉墙上面，那灯光最亮的地方写字。王看到那只手在写字，立刻脸色变白，吓得双膝颤抖。他大声呼叫，命令人把巫师、术士、占星学家召来。他们一到，王就对他们说，谁能够读墙上的字，解释他的意思，我就赐给他穿王的紫袍，戴荣耀的金项链，在王国当中居第3高位。王室顾问都走向前，但是没有人会读那些字，也没有人能够解释他的意思。伯沙撒王非常惊慌，脸色变得更苍白，众大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太后听见与大臣呼叫的声音，就进入宴会厅，对王说，陛下万岁，请不要惊惶失色。在你的国内有一个人，他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你父亲在位的时候呢，这个人曾经表现超人的才智和神明一般的智慧。你父亲尼布甲尼撒就委派他做所有的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学家的首长。他有异常的能力，有智慧和特殊的才能，会解梦、解谜、解释奥秘的事，所以请派人召他来。他的名字叫但以理，王又给他起名叫做伯提沙撒。他会为你解释这些字的意思。因为但以理虽然他是被掳了，可是他曾经也被要求完全照巴比伦王的意思去行，可是但以理没有，因为他自己呢，将他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上主，
因此上主让他能够万事亨通。彼得他劝勉基督徒要照着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的奉献服事，照顾上帝的羊群，不可勉强。彼得劝勉基督徒要谦卑，并且将一切的挂虑交给上帝。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这样的说道：我现在以一个长老的身份向各位同作长老的提出请求，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要分享将来所显现的荣耀。我请求你们要牧养上帝所托付给你们的羊群，甘心乐意，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酬报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却要做羊群的榜样，这样那大牧人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同样的，你们的年轻人应该服从长辈，大家要以谦卑为装束，彼此服侍，因为圣经上说，上帝敌对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要警醒戒备，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一样走来走去，搜索可吞吃的人。你们要信心坚定，要抗拒他，因为你们知道全世界信主的弟兄姐妹也都经历同样的苦难。但是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以后，那一位赐一切恩典的上帝，就是呼召你们跟着基督耶稣连结，来分享他永远的荣耀的上帝，必定亲自重建你们，坚定你们，赐力量和巩固的根基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世世无穷。阿们。诗篇84篇第8节到12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垂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啊，求你垂听。上帝啊，求你看顾我们的王，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君王，在你的殿宇当中住1天，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守门，也不愿意住在那邪恶的人的家里。主上帝是太阳，是保护者，他是我们的恩惠光荣，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信靠你的人多么有福啊！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全心的服侍，使人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全然的依靠，学习自己，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